咁我依家就開始準備呢個直播，咁咧就係啦。咁我就喺講少少個背景啦。咁我喺4月份咧就開始就用 AI 咧去寫咗3個嘅主要3個嘅點講？咁我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咧就係呢個565呢個錦藝集團控股 ，OK， 565錦藝集團控股。咁基本上咧主要就係佢係最主要睇佢咧由4月10號開始，4月13號開始，咁佢就有個低位啦，2.4，咁之後咧佢又不斷係上下波幅咁樣咯，但係一路咧都冇跌穿2.4，咁一路落到去下一個上翻去3蚊，跟住咧就落翻去呢度2.5，跟住又再上翻去，咁去到今日，咁啊佢經常都上落，去到下邊一路都冇跌穿我呢條線就知道，咁一路咧個低位都係冇跌過。見到呢條花紅色線啦，佢一路都冇跌過，低位喺4月份開始。咁依家係今日係6月啦，6月13號，6月13號。咁所以即係好大機會咧，佢而家同埋見到佢買入嘅見到佢買入嘅情況都係高嘅，同埋咧主要咧我有幾個指標嘅。佢分別喺呢個4月20號有資金買入啦，有大手嘅，即係主力資金，同埋喺5月13號係啦，都係主力資金買入嘅。咁跟住咧有6月8號咧又有主力資金買入，咁今日。咁佢啱啱喺6月12號星期5嘅時候咧，咁佢就跌落嚟，仍然都係冇跌破個低位，所以呢個咧就睇佢個形勢咧有機會佢不斷喺度收窄緊，同埋係上升緊，咁咧所以咧我哋都係預計佢會繼續可能有個突破，可能目標就係去到3個3左右啦，呢個谷喺呢個5月28嘅日子啦。咁如果再樂觀啲嘅，甚至乎可能有機會衝擊去3個半嗰個位。